好中意睇呢套戲，鏡頭運用得好好啦，又寫到佢哋兩個好兄弟情嗰種感覺。我心神個魂魄仲喺套戲入邊，係非常好睇。但係我唔覺咁長啊，因為我個魂俾佢攝咗入去，好高質素嘅製作，個戲劇性又係非常之感人。我好中意佢哋啲毛孔，佢哋啲毛髮都可以見到啦。我好中意最尾主角望住嗰啲燈光嘅時候，你會見到佢嘅世界。我覺得作為一個演員會代入到咯。深刻嘅係演員佢對於自己藝術嗰個追求啦、嗰個堅持啦，同埋嗰種孤獨啦。我可以話我好耐冇睇過咁圓滿嘅一個電影，拍得真係好細膩，你一定得到好多歌舞伎嘅知識。除咗即係欣賞到日本嘅國寶歌舞伎之外咧，亦都可以更加深入咁樣了解一下一啲傳統嘅文化。一個真正嘅演員能夠將佢嘅一生奉獻俾呢個舞台。因為我哋係戲曲演員啦，咁其實睇翻另外一個國家嘅咁傳統嘅藝術，就會發現有好多共通之處。每一個演員喺佢個學藝嘅路途之上個經歷，同埋喺舞台上嘅呈現，令我哋都覺得演員咧個個都做得好好啦。呢部電影咧好有劇情，同埋好有呢一個滲透力，嗰個感染力。好好睇，好中意，因為咧佢拍得好細膩啊！睇完之後，你一定會講係國寶啊，犀利！唔識日本文學、唔識歌舞伎嘅朋友同學，你哋都可以透過呢一部國寶了解到日本歌舞伎嘅精髓。好戲嚟㗎，好中意，好中意，希望多啲人嚟睇啦。好睇啊！國寶講完啦，我快啲去睇啦。